咗市民安全體驗館，我哋體驗咗風災、水災同埋地震嘅模擬情況。地震啦！我想問下地震嗰陣時，我哋要做啲咩㗎？我哋咧就應該即刻攞啲嘢去護住個頭，然後咧就快啲捐落去台底或者牆角。但係當地震完咗之後，喺黑媽媽又睇唔到嘅環境之下，你又知唔知點樣出翻去外面啊？羅希彤，我知，要用一隻手保護住個頭，另一隻手摸住埲牆，慢慢咁樣走去空曠嘅地方。其實呢啲知識我哋都應該要學識㗎。如果香港消防局都有提供呢類嘅模擬情況就好啦。